兄，能不能叫停？想要的话，师傅会彻底消失的。别傻，无论生死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。不行！笨蛋！任何想要破坏比赛的人都会被家母阻止，没用的。大雄选手好像想用搂抱来拖延比赛，但青隼选手完全不给他一丝喘息的机会。